大家好，我是林美贤，今日同分享了呀，老大家分享我的青春。因为其实看剧本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像在看小说或看漫画，然后你对这个角色他会有一个想象，然后我就是把我心目中的他的那个样子把它表现出来。当然有时候跳出角色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说，你这个老师怎么会就是对你既然当老师，你为什么对学生的事情都这样子不闻不问？他这样子类型的老师，其实在学校里面是还蛮特立独行的。他有什么话，他就是直说，然后他也不会说默默的就配合，他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样子。因为整部戏的气氛可能会比较稍微沉闷一点，毕竟讲到一些关于青少年叛逆期啊，或者是做一些需要大家去理解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家单亲家庭，就从小到大的生活，他没有让我的生活就是觉得很贫穷或很困苦过。我一直都是一个，讲白一点，其实是蛮娇生惯养的小孩。我妈对我非常好，然后很努力的给我她觉得会欠缺我的东西，包括可能比较没有时间陪伴我，或者是包括我也少一个爸爸的那种感觉，他会尽力去弥补我，所以我从小到大不觉得我是个单亲家庭，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家里很辛苦，那是因为我妈都一肩扛着这样子。因为我妈妈她是歌手，我能走路的时候我就跟着她到处跑场。那个时候的台湾比较没有什么法规是规定说18岁以下不能出入那些声色场所，所以我妈就会带着我到处去。那在那个时候都会有点像是偶像崇拜的状态，因为不懂事，那爸爸妈妈就是天。那时候我就是看着我妈在舞台上唱歌，我就觉得这样好好，我也要跟我妈一样。周杰伦是我国小5年级还6年级的时候出道的，然后所以他正在红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我国中高中那段时间，哇，那时候疯到我都叫我就是同学都叫我周太太。我有去参加过周杰伦的签唱会，那个时候很疯狂的是，明明是中午12点以后会发放号码牌，然后1点开始，我早上7点半我就坐在那儿了。当然，而且我还不是第一个到的，前面还有好几排人，你就觉得那个可以见到偶像一面的那种感觉是非常令人兴奋的。最大的挫折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比赛，然后因为每个人都很厉害，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我不是最会唱的那个，真的就是运气好，可能就是比较拱大的，很单纯。然后后来唱着唱着，大家都很厉害，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变弱的时候，就是因为这种被否定的心态，然后会让自己更想去做一些跟别人不同的事情。那反而会更迷失方向。我觉得在现在的青少年身上也很容易被发现，就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你不想被否定，然后你想要跟别人不一样，就会去歪掉。但是其实最单纯的就是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，你总有一天会被肯定。这是我入行之后才懂的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我对我的梦想，我还蛮执着的，就像包括以前小时候都会在那个我们那时候很流行一个毕业纪念册，上面都会写我的梦想。然后记得前一阵子有朋友拍给我看，就是我上面还写着，就是说我要当歌手，然后或者说我要当艺人。现在想起来觉得还蛮开心的是，我一直都在我的梦想上面，就是这条路上面一直在努力这样子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更清楚自己要干嘛，然后尤其是我说像现在接收资讯的平台跟散播资讯的平台很多，所以他们其实比我们那个时候都还要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觉得就是鼓励这些小朋友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做什么的话，你就直的往那个方向去做就好了，不要再想说要去去一定得跟别人不一样，你就是专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总有一天就会被看到。是我说的